天洗湖別墅嘅示範單位咧，可能好多朋友都睇過，但係其餘嗰15間咧，今日正式入伙啦。咁咧，今次咧係首播，有興趣睇別墅嘅朋友咧，一定要留意。今日咧，我會帶大家睇16間之中咧，我認為最靚同埋性價比最高嗰幾間。咁樓王 H 咧會留喺片尾，最後先同大家睇。而家我先睇咗咧呢一間，我認為 No.1 最有性價比嘅就係呢間 M 單位啦。咁而家所睇到咧，全部都係素顏，咁啊要加少想像力先得。咁呢一間咧可使用面積咧係3407尺，咁包括別墅面積2874尺、392尺嘅花園同埋105尺嘅平台。咁啊向湖畔咧一共有5間嘅啫，咁主要都係景觀優勢。咁但係佢個缺點咧就係花園咧其實冇其他11間咁大。咁但係咧呢一間 M 咧嘅後花園咧係最大嘅，咁而且咧喺中位。咁啊價錢方面咧，亦都比起其他4間咧係平一啲，因為其他4間咧係比較大嘅。咁但係我睇過咧，其實個用法都差唔多，其實都係4房4套同埋2個車位，咁亦都有中空樓底。所以我認為呢間性價比係最高嘅，咁大概係4000零啦。咁啊睇完成個素顏咧，咁我哋睇下 VR 個裝修設計。咁發展商係會包全屋裝修家私電器交樓嘅。咁啊大家睇下每間房其實都係套房咧，都有露台。咁啊睇下各方面裝修啊，唔同房間啊、廚房啊、廁所啊、大廳中空樓底，大家都可以望下個設計啦。睇完個 M 單位咧，我哋快速睇多3間，最後再睇樓王 H。咁呢一間 O 咧係成個5間景觀別墅之中咧最好嘅一間。咁啊南望觀光塔煙花海，東就望南環湖，係一間大單邊。咁啊可使用面積咧係大概4000幾尺，咁啊比起 M 咧會大多1000尺㗎。我哋可以睇一睇佢素顏個樣啦。咁我哋轉下睇圖則同埋嗰個設計圖。咁入屋咧係大花園啦，中空樓底啦，4房4套可以泊2部車啦，前後大花園。價錢咧係會比 M 咧貴1000幾萬，但係佢景觀同埋面積都會比較好嘅。我哋快速睇完 O 咧，再睇下呢個 B， 係一間層數面積比例超高嘅單位。咁咧比起 M 咧係仲平幾百萬，可使用面積咧係超過4000幾尺，比 M 大一啲㗎。咁如果唔一定要向湖咧，首選係呢一間。再睇下個 VR 設計，全屋5房4套，配中空樓底，相當開闊。好啦，下一個咧，我哋睇下示範單位嘅 App。咁係過去我哋已經拍過㗎啦，唔介意咧可以點擊我個頭像咧睇詳細版。咁但係我呢度咧都可以簡單同大家睇下。咁之後咧嘅交樓標準咧，亦都係按 F 單位嘅。咁大家睇到咧，呢一個咧係一個6房4套，可以泊到4部車嘅，花園超大。咁咧室內面積咧都去到4000幾尺，花園咧唔到2000尺㗎。咁係一個大單邊，相當靚嘅一個戶型。最後我哋終於嚟到萬盛樓王嘅 H 啦，咁我哋入屋睇下先，咁啊睇下個前花園相當大啦，已經好闊落，咁啊正式入屋，咁啊目前咧未裝修，因為佢太大啦，好似有啲暗啊，咁啊已經係睇到非常大嘅廳啦，咁啊有一個好巨型嘅中空樓底，咁啊出花園睇下先，哇咁啊估計泊5、6部車，我諗不在話下啦，咁啊上樓睇下一個主人房。哇，好多空間，總共有6個空間啊！男女衣帽間各1啦，咁啊女嗰個比較大啲啦。洗手間、窗台、露台、睡眠區、書房。咁啊轉個 VR 睇下。做好之後俾大家睇下，咁啊樓上面主人房咧一共係4間套房，咁啊全部都有露台。除咗主人房之外咧，仲有2間咧係有大型嘅衣帽間。咁啊落翻樓下睇下，嗱仲有6個房，咁啊4個洗手間。咁啊今日咧睇到呢度，咁啊如果仲想睇邊間別墅或者想要相關嘅資料咧，歡迎留言話俾我知，多謝。